大家好啊，我係潘帥，我哋好多日冇上線啦，所以我哋今日嚟玩下實況足球。最近冇上線咧，就係因為最近太多嘢做，好忙啦，所以我哋冇辦法上線。而家去更新一下先，太耐冇玩啦，今日玩個痛快，所以對呢件事都對各位感到抱歉。OK， 而家扮正事，開始玩。我哋玩實況足球，伊夫果啊，嚟聯賽。我哋而家目前係18名，比賽嘅36。OK 啊，我哋而家係對戰其他組，C 朗啊，C 朗一樣係 C 位啦。之後後嚟有美斯同埋加比爾，然之後有麥巴比同埋尼馬，跟住我嘅招牌手號嚟啊！而家開始戰力係2632，唔知打唔打得贏？而家我哋比賽開始，咁大家試錄耳朵。我細聲啲先，驚我位聽唔到。喂，開始。OK， 我哋而家搶個波。搶得好。哇！一個回傳啊，傳得做。OK 啊，嚟啊！我哋回防。OK， 做得好。美斯。哇！黃金有腳凌空偷射喎。好啊 ，C 朗嚟啦。有甩咗。哇！好勁啊呢個。應該會輸喎呢場。你睇下先。傳波先。巴比。出咗去。OK， 佢而家被玩咗。哎呀，其實我真係應該傳好啲。係咪啊？守住 ，OK， 守得好。OK， 嚟一個傳波，高空回傳。上啦，加比爾。被玩咗。我哋不幸嚟咗一個越位。OK， 傳波。啱啱個波冇入，因為做位。OK， 呢波啊搶得好啊！遠傳，再傳，希望冇越位。越位係冇越位，但係俾人搶翻咯，有回傳啊！都唔知。傳開去，好，呢波太好啦！玩下先，唔夠，接射，喂，
我哋嚟個角球，決定生死嚟。而家目前係45，直接嚟遠傳，俾佢 kick 喎。喂，反彈！佢唔會單兜殺嘛，唔會俾佢得逞嘅。我傳波技術真唔係幾強。冇啊！死得！佢哋單刀殺。喂！哇！好啦，我哋換個遊戲。今日同時最強之男都玩一下。喂，而家嚟。暑假即係8月嗰陣時，可能會抽餓狼啦 ，UR 餓狼6伏已經出咗啦，大家拭目期待。打全體傷害嘅餓狼，我哋而家換一盤之後最強之男。OK，咁最近都換咗個核心，而家唔係用紅帝核。嗰啲因為之後老玩家嘅話應該知道嗰個紅帝核係核心嚟㗎嘛，呢啲定係核心。而家換咗嘅係銅牙盒，都可以稱為張望角。我拎個獎品先，10張招募券，再拎個郵件，拎獎品。OK，咁我哋而家買黑券先，可以買10張喎，9張，而家有33張，到時抽餓狼啊，抽飽。嗱，而家呢個換咗呢個但係雖然都係銅帝，但係都係銅帝。咁我哋打一下競技都係用銅帝核，大家睇下佢會有核心作用嘅。嗱，銅帝核啊！而家用緊銅帝核啦，我哋打呢隻啊，開始佢顯示咗 UR 銅帝，但係我哋冇用嘅抽 UR 銅帝，反場都抽唔到。嚟，而家開始餓狼開打 ，OK，區域提示復活。OK 啊，嚟啊！再復活，殺佢，再追擊。餓狼一個定價呢，冇咗，我再打死個餓狼。餓狼未死，仲有搽血啦，餓狼搽血啦 ，OK， 準備死 ，OK， 冇咗個餓狼。地底王一個連續燒，再嚟，我再擊殺佢，整低地底王，OK， 地底王領合化啦，未領，再過多一回合啦。OK， 地底之路，殺佢一空騎士 ，OK， 地底王暴走，但係都冇用啦，我哋驅動騎士準備收場，一個普攻，冇傷害，哇，再嚟，
復活剩低幾次冇睇到，不過驅魔騎士取得勝利。我哋今日就到呢度啦，大家拜拜。